上一集教大家如何从耳朵的大小看出一个人的福气和财富潜能。但是呢，你知道吗？光从耳朵的形状，其实还可以看出一个政治人物到底是来求官的还是来求财的。一个人会选上政治人物，他的耳朵一定大。但是要去注意，如果他的耳朵大但很薄，这种人通常是正财命格，也就是说，他是为了位子、名声、仕途去拼，代表他想要的是我要当官，而不是要去捞钱的。但有另外一种人，他耳朵大又厚，甚至还有耳珠，这类人呢，反而是偏财格局强。他上位之后，不会只想要当官，更会想要赚钱、赚资源，所以这种人就要很看他的心性了。如果没修养好，很容易变成位子拿来换钱用的那种人。所以不是耳朵大就好，还要看他的厚薄程度，看有没有耳珠。从面相学也可以看得出来，他是为了什么走进政坛的。耳朵看的是一个人的格局，行为决定的是一个人的人品。当你会看面相，下一次投票也不会乱选啦。